即摆课程有切定来无？恁日头有看到无？有好来，啊，即摆开始。会使。恁日头麻烦甲迄个麦克拢先甲关起来吼，因为我要讲的物件较济。啊，今仔日咱是要来介绍台语的理性这方面啦吼。啊，要上课进行吼，无需要伤过严肃，咱来讲一个笑话吼。以前吼，古早时阵有一个官员，哦，大家看到伊吼，大家对伊学了解特质，伊就是啥物人？伊就是人看人行，鬼看倒退行，新鲜看到倒向下的包青天包大人。啊，迄天吼，伊要审案的时阵，看下口围一个人，伊就讲当下好人，下口迄个甲互伊看，你先讲。包青天、包进、包大人想讲奇怪，我问你呢，啊你贼较恶人，啊竟然佫叫我先讲，毋过伊真有修养，就讲我乃包进，当下好人，你先讲。哦，这时阵哦，包公起毛就歹个，你无大无细，你做毋着代志来，遮佫比我大细声，佫应嘴应嘴，来人啊，先拖出去拍20个大板，拖就变，讲的吼哦。我再问一次，当下好人，大人啊，我真正叫做李成功啦。李世民的李，李而且的李，成人承担的成，上帝用讲的讲啦。哎呀，原来是李成功啊！安尼，歹势，包这时阵包大人就讲啊，这有是咱拄着咱这号名吼，姓甲李姓拢有是足侪笑话物件，大家当来帮做参考。所以咱就先对李成功一个来做今仔课程的开始吼。啊，你讲到遮，因为今仔是要来介绍李姓，所以先问大家，咱台湾吼姓什么人上济？单啊林吗？单林。虽然讲单林啊，你超帅。无啦，单林满天下，单林半天下，啊，想这个啥？单林你带天下降。你带。我来今日头关开哦。单人你带天下占一半，所以有时候甚至为遮做发展一寡俗语，讲单拄单，夜倒相残，带拄带，公马弄破。敢捌听过一句？单拄单，夜倒相残，带拄带，公马弄破。这就是讲啥？讲两个兄弟代吼，冤家相拍，骨肉相残呐。啊，骨肉相残，咱就水看。其实哦，这甲姓单姓带其实无直接关系，重点是啥？兄弟夜倒相残，安尼这是遮吼啊，为着冤家相拍财产的继承哦，用啊公马拢破。所以重点这个是讲安那兄弟代啦，所以有时吼举骨头相讲哦，这是咱另外一句俗语，就是讲兄弟代为着争财产来为着一寡代志吼，了冤家相骂吼。毋过你对遮嘛看着讲，咱的俗语着甲这姓拢甲结合做伙。啊，是安怎袂讲着我的地，袂讲着酒馆顶的酒，会讲单拄单，夜倒相残，带拄带，公马弄破，可见姓单姓带人这种较济，所以呢为遮来答吼。另外头有一个讲着台湾十大姓，就是单林李蔡西生着李老哥，吼，单林李蔡西生着李老哥吼，所以像这，你看我都想这十个姓到底是啥个？单林李蔡西生着李老哥。单林李蔡西。带了甲蔡西这两个音吼，定混掉。伊嘛做我，所以国语水吼，带了蔡西。单林李蔡西生着李老哥。你可能感觉有问题是这明明是苏阳文的苏。恁日头莫顾先关起好啊，因为有是记哦。单林李蔡西生着李老哥。这个西是安怎？因为西是伊的鼻音，伊的文音叫做数，苏阳文的数，历史的数。毋过西就是伊的鼻音，所以单人你蔡西生着李老哥，为遮嘛当了解伫讲，咱以前咧读姓时阵，拢是读鼻音，哦，单人你蔡西生着李老哥，这是为遮来哦。啊，包括迄个草屯吼，草屯迄个所在嘛，有一个叫玉石里，玉石里这是新的地名，伊个旧的地名叫牛西夹，因为迄个所在哦较夹，所以以前咱咧送物件拢是用牛咧拖咧行，啊若物件足重哦，啊佫足夹，啊
啊牛拢爱蹬咧，蹬咧，有张无伫着蹬屎出来，所以迄个所在吼牛屎足济，所以咱的祖先就甲迄个名号做啥？牛屎街，就是你行到遮个时阵吼，你会看到足济牛屎吼，迄叫牛屎街。啊，牛屎街尾啊，人拢是安尼啦，感觉哦，这歹听，咱就改名。哦，迄国民政府上爱甲改名，所以这牛屎、牛甲牛屎吼，你看啊，这屎就是安那，因为历史的史是文音，屎是白音吼，所以你看这牛屎街即马改做牛屎里，安尼看有无？哦，这是历史发展的缘故，这名毋是黑白改吼，这是音较歪，啊，这是屎是因为是历史的白音哦，所以用这来甲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其实讲到这改名吼，毋若讲这个所在啦，包括我住新店，阮边个所在叫做卖鱼的无牙亲，卖鱼的无牙亲，这是咱个其他话啦吼，卖鱼的无牙亲，迄叫啥？经纬。啊，如果我卖鱼无牙齿，无早亲下来，啊你100块几尾用拣的吼，所以拣要拣几尾，你家己拣，迄叫拣尾。虽然讲卖鱼的无牙齿，迄叫拣尾。像拣尾，伊早期迄拣吼，你甲看这字吼，即摆伊是一个木字边，看见的见吼，这叫拣。其实因为早期无自来水吼，所以伊拣尾这水拢是委婉碧潭，用迄竹仔甲破开叫拣吼。啊，算位顶迄头中迄一项的所在，甲用我开，啊，算用位，就算用以前后事讲安尼啦，吼，位阮新店迄头甲水接到迄个尾流，所以即个尾流是茎的尾流，所以叫做茎尾。啊，茎尾吼，尾啊听讲这尾字歹听，所以国民政府拢甲这尾吼改做米的米吼，所以即马叫做茎米吼。毋过早期地名是这是旧地名，这是新地名。我感觉有时足侪地方政府会当甲这有历史发展的旧地名、甲新地名甲放做伙，像我头讲的牛屎街吼，甲有书里这个甲放做伙，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吼。所以即摆景因为迄是竹仔做的，所以早期是用木字边，即摆算甲用竹字头，哦，变做用竹字头景尾。讲到这改名吼，其实毋若这咯。所以你若看到迄地名有迄个米的米迄字吼，大部分拢甲这尾有关系。咱来看这新闻来，平湖一个讲棒球的吼，人足少，毋过大家足团结、足认真练的吼。蒋美国小，蒋美国小啊，江美国小，来你甲看一下，江美，伊遐人讲话拢真美丽，敢是安尼？你若用我头甲你讲的观念吼，经纬改做经美，你就知影这个蒋美国小名，伊的地名是啥物意思啊？这个是江尾。所以这间校住伫江啊尾流，所以江尾这地名是安尼来。就亲像这结婚站也是安尼来啦吼。这趣味吼，这当初时佫发生命案，毋知各位有了解无？这个名是啥物名？这甲啥物有关系？江子翠，你用华语来思考，你真正沙无了啊，毋知你讲啥吼。其实你用台语来读，你就读有啊，迄叫江啊翠。港仔喙嘛是港口的意思吼，港仔喙，所以这地名拢甲这以前发展有关系，所以用甲改做这算大家帮做参考吼。啊，恁头讲的担任你出赛订着你老哥，迄是古早的十大姓，啊，即嘛现主是台湾的十大姓之一。担任黄长礼、王吴老蔡杨吼。这是即马较现代调查的结果吼，小可有一寡变化吼。啊，另外这有你甲看这6月30这10月初5吼，这变了老表示我调整者，毋过大多数拢嘛是差不多安尼吼。担任共款是半天啦吼。啊，讲到这大家算懵想看卖咧，这是咱台湾这头吼，啊中国迄头咧。中国的10大姓甲咱遮有啥物无共？你甲要看卖咧？咱是担任黄里长、王吴老蔡杨，啊因迄头咧，因迄头是安尼啦吼。这是咱所做调查的结果吼，大家当来帮来参考。中国迄头，其实你看嘛是差不多加这姓赵的甲姓周的走内底，所以周县长伫中国算大姓，啊你台湾就无挨遮头前吼，所以大家当帮做参考吼。这趣味，而且吼，来咱要看卖。这什么款的人
因兜的房地产较济，姓啥货？姓啥货？因房地产上济，老我厝上济栋的，恁一定想袂出来。甲十大生无关的，内政部的调查吼，房地产第一名是姓郭，这毋知甲郭台铭有关的无？我是毋知啦吼。啊，调查出来是咱第二个姓王，哦，这更甲王金平有关的。啊，来这杨的足侪人啊吼，大家当帮做参考吼。所以房地产较好起来地主田桥啊，姓郭、姓王、姓杨，哦，这是前三名。啊，所以咱来讲一寡物件吼，就是讲较奇怪的姓。其实咱台湾姓足侪啊，像目前吼，台湾地区甲姓一字的不七九，即甲一个人。姓两个吼有。对，这瓜甲工哦，所以像这其实每一个姓咱拢甲尊重，这算台湾，这算咱尊重多元啦吼。啊，所以咱来讲一个甲就观点有关系物件，咱来讲吼，鹿港死一半，社头烧了了。毋知即句大家有听过无？鹿港死一半，社头烧了了。安尼写啦。鹿港死一半，社头烧了了。因为讲到这鹿港死一半，这甲一个人有关系叫施龙。施龙当初是1683年康熙23年时阵吼，来拍台湾。啊，拍台湾，伊是先对澎湖遐去，啊澎湖了澎湖了，再来拍台湾。所以甚至吼，澎湖你即马去看，阁有迄种施公祠，啊阁有施将军庙，拢是要来纪念施龙的。啊，施龙当初是。咱拢知影，伊本来是电信公的部下，不过尾啊，伊即人连伊是清朝，啊连伊走来电信公遮，安尼走来走去吼。后尾啊，因为伊有一个部长去个电信公，伊做爱一个部长去互施龙甲刣死，啊电信公就去配面就甲因老爸小弟拢甲刣死，所以两个人结冤仇吼。所以尾啊，施龙来拍台湾的时阵，伊是为鹿港来的，啊鹿港来的时阵吼。我感觉迄个政战吼，政战，这施龙嘛算做厉害。早期的战争哦，毋是讲靠武力尔哦，佮爱靠心理作用。因为伊知影电信公拜是恨天上帝，所以你看若讲迄个电信公迄早期的军队，迄海军这拢是穿乌色的是安那？因为恨天上帝代表就是恨武，恨武就是北极星。哦，北极星，所以变做伊知影。电信公是拜恨天上帝，所以伊就去试过编一个故事。因为伊先住福建遐，福建伊看遐在地人拢是拜妈祖，所以就开始编故事啊。伊讲恁拜吼，迄是恨天上帝，本来是台猪的。啊，因为台猪太伤济吼，有一天看到一个和尚伫菜市仔咧哭，伊讲你是咧哭啥货？哎呀，施主你有所不知，我今仔无说你去打着一只狗遐。哎呀，我安尼来实行实在不应该啊！这时阵吼，恨天上帝汹涌想着讲，夭寿啊咧！我逐工刣猪刣几啊百只，啊你打死一只狗遐，你就感觉你安尼罪过，啊我毋是搁较惨。这时阵吼，就是汹涌想着讲，走去溪仔边举刀啊，巴肚甲破一刀，啊长刀走出来，啊搁洗洗，哦啊变做尾仔走出两只怪兽，叫孤侠二将。所以恨天上帝，你注意啊看，伊是烫赤骹的。一边一只龟，一边一只蛇，吼，咱讲蛇龟蛇二只。啊，伊啥要判即个故事？就讲啊，恁拜是太低的啦，无是阮这边，阮拜是妈祖婆。你看伊迄边有龟蛇二只，啊，这边相对应就啥？有千里眼甲顺风耳。你看这两边安尼对比，啊，而且伊个尾啊，甲先台湾跑来了，伊个甲空气兄弟报告讲吼，当初时我来拍台湾的时阵吼，有一个穿白衫的仙女伫天顶甲我斗相共。我拍到吼，我规身躯澹到落安尼，啊，而且佮边仔佮两个看起来啊，足奇怪的人甲斗相共，所以伊甲施龙拍台湾的功劳拢归互妈祖，所以甚至吼，伊甲东陵王朝电信公因孙啊，电击送迄甲拍掉了，迄当年就即摆台南天佑宫哦拍来了，迄算伊东陵王朝的皇宫。迄时阵伊真巧，迄良医伊毋敢坐哦，伊讲哦。我会当甲台湾抱来，这是妈祖婆的功劳，所以伊要甲迄个东陵王朝的皇宫，甲改做妈祖经，来感谢妈祖甲伊斗相共，所以嘛算伊巧啦吼。
所以尾啊，康熙皇帝嘛是知哦，这个袂歹，有遮大的功劳，竟然讲这是妈祖甲斗相共，所以康熙皇帝就甲赐封。所以即摆吼，阮台南已经叫大天后宫，啊，或叫天上圣庙。你看，因迄头拜是先天上帝，阮这头是天上圣庙比大尾哦，所以这有时嘛笑话，大家帮做参考啊。这民间的俏谈，细汉听人咧庙埕阿公咧讲过，我感觉嘛真趣味安尼吼。所以讲到这吼，所以尾啊，因为台湾拄啊开垦。迄阵仔有道台三禁，第一就是讲爱官方允准，第二你干来会当一个人袂当带某带囝，哦，所以即个现象，即个规定嘛，造成咱另外两句俗语，就是讲，带一个某，较赢三个天公祖。因为早期来台湾拢是男性嘛，女性较少，所以甚至讲，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，因为拢是平步马较济，哦，所以有时咱台湾人加减拢有原住民的血统。所以大家互相听同，互相支持。第三项就是啥，广东迄方面的人袂当来，因为广东的就是讲当初是甲电信讲的直接较济啦。啊，清朝嘛惊，虽然我甲拍败，万不利啦，遮的人甲因有熟悉，来反清复明，安尼变得麻烦，所以就禁止广东的人较袂当来台湾。所以嘛造成尾仔客家朋友，因广东的客家朋友较济，所以尾仔来台湾店的客家朋友就较少吼，像人口比例，咱河洛人差不多72%，啊客家朋友嘛差不多12%尔吼，原住民2%，外省朋友12%安尼，哦，所以这甲这鹿港4一半社头烧了了，哦，这嘛有关系。啊，尾仔因为要来台湾按审查啊，审查工作按什么人来做？因为康熙皇帝想讲当初时拍台湾是西洋的功劳，安尼好，这个审查诶，因为这审查有时你大家嘛知影，这审查有时加减一寡好康啊伫遐。所以就交西凉去处理，西凉是一个大将军，代志嘛做无用，就交因孙啊吼，西世榜，所以就是咱中华地区的八宝圳，甚至吼，即马鹿港天后宫吼，你注意甲看，你看伊内底嘛是西世榜，当然是官地来起这妈祖庙的，所以你去内底，咱就讲了一寡牛人，你较看，这个是徐福珍徐老师吼。你若讲到徐福珍，虽然讲鹿港4一半，我就讲，伊几啊鹿港的姓4的高人，甲各位小解一下。第一个就是徐福珍老师，咱细汉应该都捌听过种点马甲、点吊卡，叫阿爸爬地卡，地卡裤啊分烂烂，摇规囡仔流喙烂。这点啊是徐福珍徐老师伊所创作的。甚至徐福珍老师佫有出一本个囡仔歌吼，这其实咱台语早期囡仔歌，徐福珍老师吼写出一歌，恁有兴趣，你会当去网络去找。另外吼，这甲彭恰恰嘛有关系，伊佫写一个迄落彭恰恰片空大，彭恰恰的片空大，因为细汉的时阵用镜头啊乌片空，乌甲两空乌人人。是在惊死人，碰恰恰，吼，这是你看，伊会当写古早囡仔歌，嘛当针对碰过特色来写囡仔歌，甚至吼，哦，这人种在甲连咧电话打铃阁有咧。我捌听过伫，因为这当时是有一个学生讲吼，哦，因为我咧讲着徐福珍的囡仔歌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这语音打铃甲老师分享，我甲听内底是安那，细细念，念孙饭粒。学白念，念囝趁钱袂晓欠，念新妇煮饭哪会遮尔咸？念翁哪会遮尔甜？细念，哦，这边语音打铃，哦，这就是徐福珍徐老师吼，所以你看，鹿港牛人吼，做这种姓氏刷去，中华地区吼，阿秀徐总统，这是咱台湾真有牌子的两间。电脑的公司吼，你看啊，伊这嘛算彰化人吼，鹿港4一半，啊来刷去另外 S 施振营嘛是共款，施振营你看这嘛拢彰化人哦，你甲看这面相，注意看这吼，我头讲迄个全台湾地区天后宫妈祖庙内底有这种画像的，敢若鹿港有尔，而且这是西世榜，甲这你看这当初是清朝的，这个西凉的画像啊，全台湾敢若鹿港天后宫有这幅图，
哦，这是你若去鹿港佚佗的天后宫参拜时阵，爱甲看一下吼。啊，尾仔有人感觉即个看起来，甲我头互恁看的是正样哦。你甲注意看，安尼有像无？哦，这是伫网络顶头看到，感觉真正搁你看迄外形吼，这嘛算趣味吼。啊，另外讲，所以鹿港四一半社头社了就是安尼，就是讲鹿港地区死的人特别济啦吼。啊，社头乡的人拢姓啥？姓萧。哦，所以鹿港死一半，鹿港姓死的较济，啊，社头乡姓萧的较济。毋过因为即马民主时代因为早期啦，女性嫁互姓施的、姓萧的，拢爱对咧姓，所以伊早共一个姓人较济。毋过即马女性嫁人了，嘛会当保留家己的原来啊，尤其即马地人口外流所以即马鹿港死一半社头消了，即句话就嘛当算古早尔，较无甲即马较无共款啦吼。所以即马说起咱来讲到中华地区吼。中华地区用姓来创作嘛，阁有几句话。我顶下去中华演讲，有一个老先甲我分享，就讲，大川大罗蛇，溪湖无煞煞，二人红半天，福气炎啼啼，竹长尖一重。我咧讲啥？你敢听？你甲看一下哦。大川大罗蛇，溪湖无煞煞，二人红半天。福气炎啼啼，竹长尖一重。哦，你讲针对因中华地区一寡姓，咱佮甲斗几句。哦，大川的葡萄上好食，大川大老蛇，表示大川姓廖的人较济。啊，溪湖是羊肉，溪湖羊肉吼，姓啥较济？姓吴的较济吼，无煞煞。二人红半天，福气炎啼啼，这炎这是算。女真族的名吼，传落来，这姓尖一重，这尖，所以为这来看，你个用姓甲去个做伙，所以可见咱的祖典其实拢真有智慧吼。哦，这是完颜阿骨打吼，这是为遐甲传落来。啊，所以咱来看，这是讲，为了一寡历史吼，咱会为，这是3月15大道公生祭拜时阵吼，因为3月15闹热嘛，所以咱头前老爸拢爱搬下去看。所以初5张、初6低头夫人、初7坛、初8黄、初9串，安尼规个甲拜位，初5拜到28，拢搬去大道公来看。哦，这叫离圣戏吼，离戏这是保生大帝。毋过吼，北部大龙帮有这保安宫，中部吼台中市嘛是万和宫，这离圣戏这嘛算要差不多197年诶。哦，这嘛算历史足悠久诶，只不过吼头仔，这拜保安宫是拜迄个大道公，啊万和宫这拜是妈祖婆。哦，讲到这吼，这嘛算离圣戏。啊，今年吼，你看连挂歌戏哦，妈祖看嘛是爱挂喙烟，所以即马大家出去吼，这喙烟一定爱挂吼。所以咱台湾防疫会让做啊袂歹，就讲大家拢配合嘛。你想讲日本、韩国，甚至欧美国家吼，更较惨，伊感觉挂喙烟是妨碍伊的人权啊。毋过，这有实力讲，这即马都咧话，咱哪会使咱家己甲风喙烟挂起来，袂去用话着嘛，袂传染到别人吼。这是一个基本道德，大家拢做参考吼。所以想讲，大龙帮的保安宫、甲台中万和宫，这拢咧祭拜吼。啊，讲到这，咱头讲到大道公甲妈祖婆，传说中有一句俗语，各位毋知捌听过无？大道公福，妈祖婆福。这个算早期嘛，算一个笑话台啦吼。是讲当初时大道公甲妈祖婆拢是福建一带的神明，所以两个人嘛算定定两个人相意爱。啊，有一摆两个人去菜市仔散步的时阵哦，看一只羊母伫遐生囝，羊母伫遐讲，哎呀，够疼，因为羊甲马牛吼，这生是规巴肚规只扭出来，毋是上惊啊，爱一男两，所以生的时阵哦，哇，疼到要死，伫遐哀爸叫母。妈祖婆想就讲，我若甲即个普龙公继续交往落去，后摆生囝，遮尔艰苦，安尼，我看毋好，所以妈祖婆就甲大道公啊，咱就行到遮来切煞吼。大道公无张无伫去用放杀，当然心情作歹，所以拄着3月23妈祖生的时阵，你看大道公的做法，因为早妈祖婆拢会抹胭脂水粉。李刚呢，装啊水当当，
好啊，我就甲伊落大雨，甲你的面规个安置水拢甲你破坏去。所以3月3迄讲话就落大雨。妈祖婆奇怪讲，本来天气好好，安尼行到一半落大雨，伊咧甲看着算一下，啊好啊，原来是一个普通地名，你搞会记。所以过当3月15大道公，安尼时阵伊就甲透大风，互伊出巡的时阵，迄庙无吼无啊，甲吹落来，哎哟，所以叫大道公风妈祖保护，这是民间的传说啦吼。不过我要甲你讲，这段故事是咱祖先的文创产业。妈祖婆吼，妈祖本名叫做林密，咱叫林密娘吼。啊，保证代是五土吼，五土土较歹声，顶头是大西大，下骹是12的12，还是12个10。林密甲五土讲起来，妈祖婆是西元960年出世的，大道公是西元979年出世的，而且妈祖婆28岁就升天得道，所以根本两个人无可能斗阵做伙。所以来讲，真正有斗阵，迄真正是历史上上早的姐弟恋吼。所以这段这是科学上来考古吼，这科考这是无合理的。毋过我感觉这是咱祖先的文创产业。你看咱祖先外交的，伊用这民间的宗教信仰，妈祖婆、大道公，佮配合天气，因为迄时阵吼三月时阵，咱讲安那3月用黄霜雨，梅雨季节，所以有时透风，有时落雨。你看，咱的祖先甲这种宗教的信仰结合天气的因素，编出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。哦，尾仔佫发展一句俗语叫大道公风妈祖保护，这算大家嘛当做参考，趣味啦吼。啊，说起来，咱来讲另外一个观念啊，这是咱台湾省内底一寡较奇怪、较罕见的物件，甲各位小解者，迄叫西丁瓦料。西丁瓦料，啊，话讲张骨料皮，即句是安怎来？因为这早期就是讲，有一位姓张的张在辉、张先生，伊去外口发展，啊，到迄个了解的时阵吼，人迄了解文化疗法，伊感觉这少年家袂歹，啊，就甲来讲来，你来我遮上班啊。啊，感觉这个少年家姓张的这个吼，真故意、真老实，伊就讲安尼好啦，无不如安尼，伊互阮招。啊，互招了，伊嘛好啊，伊无想讲啊，不要共这财产霸占来两卖哦。伊嘛种人对咱好，咱就爱共报答。哦，这所以尾仔地头迄只发展，这甚至囡仔大汉了吼，伊佫甲囡仔号姓号做啥？姓廖。这时阵因某就想讲，阿妹啊，你本身姓张，你虽然阮姓廖的招入来，毋过你要甲有的囡仔甲号做姓张嘛是会使啊。一定爱对阮姓廖啊！这时阵吼，张志辉先生就想讲，因为我受人照顾，就恁了解照顾，我会交代咱的子孙吼，拢爱好啊报答了解的温情。所以我的时阵拢姓廖啊，毋过若要死时阵爱换做规种，一定爱改做顶头下是姓张，所以叫西张外廖，话讲张骨廖皮，就是这种意思。这就讲到咱台湾人感恩啦，我咧想着讲，咱咧讨论时阵讲讨论个俗语物件，俗语物件其实就是咱定定去用互惯势就好啦吼。像讲其实咱台湾人的报恩嘛有3个赞处哦，上简单就是食人一半喙，毋通放袂记。哦，食人一半喙，毋通放袂记，就是讲出人点滴，咱爱谨记在心。啊，若等我较有能力，咱食人一斤。嘛，着行人4两，一斤是12两。哦，一斤12两，啊，我一人一斤。毋过我即马能力有限，我干那行你1点仔尔，我要表达我的感谢。所以一人一斤嘛，着行人4两。哦，所以你看这赞处豆豆提升哦。哦，第一阶段是讲食人一百喙，毋通放袂记。后尾是讲食人一斤嘛，着行人4两。啊，若到更悬的一个赞处就是我即马认真拍拼。我已经有赚袂少钱啊！我食人一口，就爱行人一斗。哦，这行人一斗，我感觉食较行啦，这行较无好。所以我来外口拢是尽量讲报人一斗。就是讲以早人有甲我照顾，我即马有能力啊，我爱行人较济，就亲像韩信共款吼。
啊，当地是人迄阿嬷甲斗相共，啊种碗饭好食尔。啊，伊尾仔做大将军了后，伊嘛好啊去报答即个人。所以食人口就行人一道。所以讲到这姓廖吼，因为这拢是算离婚人，所以算所以算讲到姓廖，咱就想讲，毋知各位会记咱先看的一个连续剧，迄个叫姓廖，咱会想啥物？西里七坎，少年时阿贤西，登山过海台湾来，修文图传武艺，对毋对？迄时阵吼，西里七坎因为啥？迄时阵大家为着要种植、要开垦，有时为着要抢水源，大家拢会冤家相拍。所以若会使，咱大家规个庄头吼，大家来练武功。安尼若拄着代志，大家较有法度去保护家己。所以迄个时阵发展一个戏剧叫做西里七坎，就是讲西里地区，遮足侪武馆吼。所以像这我会记头坎那是头坎二龙出水，二坎五虎下山，三坎西湖望月，四坎是仙女芳西，五坎雕仙照镜，六坎流传正规，七坎是关公拖倒直称收宝贝。或者早期在咧七坎咧一般的时阵吼，你看咱足侪囡仔拢带厝咧看这吼，这嘛算一个趣味。所以早期有迄种语言环境哦，所以你看连续剧，你看伊的歌曲内底甚至拢会甲历史故事来做结合，哦，这是一个正好的现象。所以目前为止哦，咱台湾地区差不多，因为早期是离迄个西里算迄个婚姻关，因遐算侨安，后尾去台中发展，所以即马张了。即个县离台中地区颠倒较济，啊，台中即马有一位立法委员张廖万坚吼，伊有当然是为着台语嘛，甲咱斗相共。因为咱台湾是较自由啦，所以姓张廖个拢有。毋过中国伊就是一个威权国家，伊讲恁张廖安伤过复杂啊，拢姓张就好啊。所以市长话了，甲咱台湾有中国因咧头就无啊吼。这是嘛甲各位报告一下。啊，另外去，咱就讲了。정料理拼生死吼，这就是另外一个历史故事。因为早期咱无共砖头，大家拢会为着要保护家己吼，做哪去学武艺。所以甚至嘛有一句音乐吼，所以像以前西里地区因拢做者武馆，音乐即句音乐说是安那，是讲共管就无共师傅，啊，即马变做共款就无共师傅，共款咱也无共师傅，这是毋对吼。照你讲应该是共管。共一间武馆，共馆就无共师傅，因为你带我这学的可能是学拳头，啊你另外迄间你若去二坎遐可能学的是安那刀，啊另外一个三坎遐学的可能是枪，所以大家啊话是练骹，所以大家功夫无共款，所以叫共馆就无共师傅。啊，即马音乐变做共款就无共师傅，这是毋对，就亲像迄个嘛捌听人讲吼，迄个沙无鸟仔门。沙无鸟仔门，饲鸟是最近较有诶现象啦吼。早期鸟拢是有咧教鸟饲哦，啊，即马讲实在，即马我看即马鸟嘛袂教鸟饲啊，即马鸟可能鸟饲啊，电都会惊吼。因即马鸟拢上好命，甚至外口市面上阁有替鸟啊、狗啊吼，替因适度哦，这实在比咱人更较好命吼。啊，这罐头一罐阁贵三三安尼，哦，这真正是迄饲料阁嘛足贵。所以有时候咱讲这饲鸟饲狗比咱饲人更较澎湃安尼。所以这情料理拼生死这是啊，这嘛共阮发展伫迄个婚姻的故事。就是讲，因为这逐个庄头吼，拢有家己的田，啊就有迄个姓李的因兜有一只白马，啊毋知影迄工无定无地走去姓廖的因遐吼，红吞搭，所以一寡种植物件吼，拢无害去。所以呢，开始冤家，啊着啊。开始冤家相骂，啊，因骂到尾啊，着哪拼生死大车拼。所以讲到这大车拼，其实咱的台湾发展历史就是车拼的过程哦。像讲早期长山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元，1764三楼一回头，毋走的是箭头。所以要渡过乌水沟了后，爱搁甲，所以汉人爱甲原住民来车拼。啊尾啊，为着要抢地盘，要抢水源，汉人内底佫分什么？俄罗人甲客人嘛是爱拼，所以刷起了咧，汉人内底佫分啥？江甲泉嘛要拼，啊
啊，甚至全内底咧，即泉州人吼，内底佫分啥顶高下高。哦，所以有一句俗语吼，我会记是咸丰衫讲到担。咸丰衫讲到担，就是讲顶骹诶人吼，顶高就是差不多伫迄个晋江南湾惠安这个人，哦，晋江南湾惠安这个人，因啊另外下高诶人，差不多是东湾遐人，啊为着要做生意，逐个就相拼吼，所以变做啊，太去这写作员弄，所以变顶下骹拼，所以变咸丰衫讲到担就是泉州诶顶下高诶小车拼，哦若咸丰衫讲到担吼，就讲即句俗语吼，讲即代志已经发展出久啊，你佫直出来一直丢，你无依无顺啊，所以拢是为车拼来，所以甚至咱嘛讲安那，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乱，就是讲咱台湾一直咧乱，足侪拢是安那。啊，清朝统治者嘛，有时叫点飞直，徛关山看马收达，就搁再恁去拼，所以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乱，啊算5年大反，3年小反。因为以早吼来台湾做官，因诶任期拢规定3冬，你若3冬到，你就爱登去迄个中原，所以变做啥？3年官2年满，所以因来台湾会当趁会当落诶吼，紧趁紧2年就准备。趁好准备让讲啊，所以对台湾的经营，毋是讲真用心哦。另外，七月普渡时阵，即句俗语嘛，七月，大家帮做参考吼。大鼎鸟蠓甲龟，因为鸟会去啄龟，哦，所以变做有时迄个囡仔会面来面去，即大鼎就是大丢鼎吼。啊，这蠓甲，即摆万华遐吼。即有时囡仔咧玩来玩去，普渡时阵看着拢会互相呛声。啊，恁大鼎鸟，阮大鼎鸟咧，甲恁蠓甲龟安尼吼。啊，若蠓甲囡仔就讲颠倒病，你学白讲，蠓甲鸟啄恁大鼎龟啦。所以有时咧玩来玩去，啊，就是讲表示早期普渡时阵拢有一种话语出来，表示咱无共族群。啊，甚至即句吼，12、13让你歹，19、20你着知，因为12、13吼，这是伫龙山寺咧普渡。啊，这种是种顶高诶人，就我头讲诶晋江啦，差不多南湾、惠安这人，因为龙山是咧普渡，所以规街路吼，拢满是拢是顶高诶人。啊，安溪人吼，就爱较密喙者，毋通伤过唱秋，无唱秋你会叫人拍。毋过若到19、20，清水变做寺庙咧闹热时阵吼，即拢是下高诶人来，所以即时阵吼，顶高咧人较乖咧，哦，所以12、13让你歹，19、20你着知。即个甲无共族群发展的故事，其实嘛真趣味，大家当帮做参考吼。咸丰衫讲到担，就是讲啊，即款代志已经臭破去啊，咱莫阁讲啊吼。这是为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嘛，当发展变做俗语，这嘛算真趣味，大家帮做参考吼。另外，即句罗邦斯骹骨大细机，罗邦斯是安怎会死伫罗邦？因为啥有时族群咧烧。车拼烧台时阵吼，因当然是规定讲你一个人会当来台湾，所以有时啊，大家拢是无母无狗啊，所以嘛不能啊，互讲台死啊，甚至冤家烧拍举倒啊烧台了吼，啊你死伫路旁诶脚骨个大细个，伊因为是怎叫摇转去，所以死诶时阵吼，就看涉伫讲另外一句话吼，少年若无一变戆，路边哪有有用功吼，少年若无一变戆吼，这个改变更较好吼。少年若无一变讲，路边哪有有用讲？就是讲有时咧少年家毋通伤过冲动。迄个时阵吼，漳州、泉州，还是讲顶高下高要车拼时阵，少年拢冲大声。人讲尽中诶死大声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冤家烧拍了，哦，有时一届抬落后，死吼拢死足侪人。啊，毋过这拢是一个人来台湾尔，无亲无情。这是甚至若到热人吼，迄尸体拢会臭。这个时阵就要请一寡。好心的冤话吼，甲这人吼找一个所在甲呆咧，所以即马变做一种物件，就是讲有用功万善同，有求必应。哦，有用功就是有求必应，啊，若万善同就是万善同归。所以拄着这物件，咱台湾人吼普通看到庙时拢会去拜，毋过伫遮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。有用功万善同这种物件，咱那是咱所讲的阴庙。哦，你八字若较轻的，你莫去啊，你行过就好哦。若无你夹着阴的，就是安尼来。
另外，嘛有人顶间离阮社群咧问讲吼，安珠老师卡着音咩写？卡着音咩就是卡着音，因为这是卡着音是咱台语来，尾啊台语用语到华语遐，所以伊就对咱写。哦，所以你毋通拄掠准你讲迄个卡着音咩是华语，迄是台语换过。哦，讲到台语换去到华语哦，个另外一个笑亏的是讲，这东西不错吃。哦，这是陈美凤的名言，这东西不错吃哈。这句嘛是为台语甲并过，现在这东西不错吃。袂歹食，袂歹食啦。这是为台语传到华语去，陈美凤的名言哈，这东西不错吃，就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这语言我顶其实有时拢会套人来套人去吼，笑亏。啊，咱头讲到一寡生的一寡俗语，即马咱来讲菜市的名。各位想看觅吼，你感觉什么菜市的名上介济？小关、小米，小米，够无？小关啊，小粉，小米，对有。好咧，男性的家和志明，所以你看连有迄个看一条歌叫志明甲春娇，啊，另外叫俊杰吼。我一个好朋友吴俊杰吴老师，这真优秀老师，另外叫俊杰。哦，这内政部所统计吼，807年这个调查。啊，女性头啊，要啊，大家拢讲啊差不多啦吼。包括淑芬、淑慧、美玲。哦，美玲上这以前担任国丹老师，拢爱甲一个美玲老师人叫美妮的吼，这实在。啊，可见这名嘛，淑芬啊足济吼。啊，万不离你还个姓施咧，咱他讲了落讲4一半，施10分，施10分，他改就像啥物？施10分，40分。啊，科技霸，读做科技霸嘿，40分科技霸安尼吼，这算趣味，让来做参考吼。60分。60分嘛是60分啊，对，这嘛算加一个跳谈吼。啊，这是内政部所调查的家和哦，家和万事兴啦吼。啊，小分啊，其实这真正足济吼。你有注意到，查甫迄种英雄豪杰，啊，若查某一定爱端庄贤淑安尼吼，淑女。这有时吼，我感觉这嘛是一种性别无平等的概念吼，英雄豪杰，这是一定爱淑女吼。啊，这是107年6月30内政部公告的资料吼。你最看这查甫名较侪拢是熊，查甫的名有熊，这可能甲日本时期有关系哦，因为日本时期号名拢这个用熊这里哦。家和哦，这家和即马查甫上济吼。晴雯哦，啊查某是秀英，像阮某就是秀英啊，家己一个老师嘛是秀英，哦去苗栗一个国小文水国小的校长嘛是秀英吼，这秀英变做正讲的菜市仔名。不过即摆秀英已经去互淑芬吼甲换去啊。啊，另外就讲雅婷吼，这婷义军哦，咱9月18请义军吼，伊去新疆看一寡物件来甲各位做分享。义军，所以即摆算足侪人拢号这名吼。啊，这是去甲调查即摆查甫查某前10名吼，陈冠武、陈建宏、陈家豪、陈春红这吼，大家帮做参考。所以其实这号名足侪拢是迄种。名相冠号出来啦，女性呢，义军、淑芬、美玲、美惠、淑慧、义军、雅婷、义如、淑慧这吼，这淑晶，大家拢来做参考。你看吼，女性拢是用淑较济。啊，早期佫有啥罔腰啊、罔翅啊，这嘛是性别无平等一个观念啦。哦，讲到无平等，甚至查某有时佫爱号名号啥？招弟啊，好啊，了啊，满啊，对啊，招弟啊，好啊，满啊了吼，这就是拢啊，罔翅啦，伊重点是要生查甫啦，甚至哦，伊早去庙林拜祖先娘娘的时阵，拢会拜莲椒花。莲椒花啥种爱拜莲椒花？莲椒花啊，招兰椒，对啊，所以莲椒花也嘛叫兰椒，兰椒，所以其实特别。所以甚至咱以前咱元宵节时阵的软丁卡生男拍，这种机体生出来是查甫的。啊，有一届我去台北龙山寺的时阵，看到一个阿嬷伫遐软丁卡，我伫边仔，我都毋知要安怎讲吼。
不啊生囝吼，真拼咧，搁要生查甫诶，这就是笑亏啦吼。伊天生不能的啦。哦，安尼嘛是会通啦吼。所以想讲早期是雄较济，正雄、分雄、母雄、英雄。即马吼变做是记名、记姓、记位、记号，你看这连号名嘛，算一个时代的改变吼。所以咱早期咱是讲，咱头讲了一寡简单的姓，甲一寡名。早期咱来讲原则，因为咱头还是民间的一寡物件，我甲做者处理。毋过学术上嘛是有些大原则伫遐啦吼。姓，咱知影姓，迄个是日常生活要用的，这算白话音。白话音简单来讲就是泉州腔吼，因为拢是日常生活要用的，像咱喙焦啉水。毋过名就是东调祖先甲咱祖先读迄个东调，甲咱祖先读四书五经，所以拢是读迄个诗词的，所以爱读文音。所以我讲喙焦啉水，水就是白音。毋过你游山玩水，游山玩水，山甲水就是文音。爬山啉水就是白音，爬山啉水，游山玩水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吼。普通来讲，姓拢是读白音，名读文音，表示一种尊重对方。毋过我感觉一个观念足重要，就是名将主人。尤其咱顶届有听李金华老师，你看，照你讲应该是回调时间应该是李金安。毋过伊要读白音的海花，伊个小辈海花呢，伊要李金花，咱嘛是要尊重，所以名将主人，这是一个大原则，甲各位报告一下。这是学术上是安尼分析啦吼。大多数姓读白音，名读文音，毋过伊要哪读，咱就尊重，莫共管伤济吼。所以我带去讲一寡简单的例来讲吼，就讲这个真趣味啊。照咱的头讲的，先读白音爱读蛋，伊文音是丁嘛，丁皮哦。毋过若这个想讲来，蛋丁，咱来读蛋吼，这个是啊，水变性嘛，游山玩水变性嘛吼，游山玩水也变性，这叫文音。毋过你看阿扁自细就是啊，水扁，伊拢读白音，因为因老爸安尼叫。所以伊就讲我的名叫陈水扁哦。另外，这个边啊读，咱照学上啦吼。咱讲马英九啊，马英九，马英九是点来讲的？叫你马英九，马英九这毋当。我知你讲这啊，这是较毋通吼。就是陈水扁这个最大。叫你讲应该是马英九，骑马嘛，驸马爷骑马。你看驸马是一个官位，咱的读文音，骑马是白音，所以叫你讲应该是马英九。毋过叫你即摆讲马英九嘛，马英九这爱特别注意吼。即摆马英九伊要安尼叫，咱就甲尊重。毋过绝对头有一个拜托毋通安尼吼，咱讨论代志时阵毋通讲口水吼。马英九这个千毋通。我也知恁会讲这马英九吼，这毋通安尼所以有时这大家互相尊重吼。虽然无介意，毋过讲到这名的时阵，咱嘛是爱讲大家互相尊重。你让人有步，就是互家己有路吼，大家互相尊重。来，既然有原则，就有例外，就亲像讲即个，咱林是文音，拿是白音。即个咱头有讲了，讲这姓爱读白音，即个讲爱拿姓姓。毋过你若读拿姓姓，会甲迄个拿姓的拿，拿姓的拿，会到底是拿姓姓是蓝色的蓝，还是这个树林的林，你就分袂清。所以这是咱读林。另外，树叶这是算迄树叶迄个音的这个字，咱袂讲叶姓姓，叶姓姓听起来名叫咩休义安尼吼，咱是讲叶姓姓。所以有原则就有例外，当然例外够足济啦吼。讲到这，咱头讲了，咱讲单林半天下嘛，所以即马讲一林先生的故事互你听。你敢捌听过阿伯骑烟领？你足济所在骑烟领就是骑多摆的意思吼。阿伯骑烟领吼，因为足济多摆骑咧四过行，行到迄个时阵，虽然是红灯，伊嘛是甲撞过哦。这时阵无停边啊，撞出一个警察来。阿伯啊！安尼毋好哦，安尼红灯甲撞过，你是爱罚单哦。
这后壁来讲，歹势，我无看到你咪伫遐啦。你若徛伫路头，我绝对袂甲撞过。我看到红灯，我绝对停来。歹势，后壁啊，你安尼违反规定啦，安尼袂使。后壁你迄个，来无紧，来你行照，互我看一下。行照，互我看一下。后壁就感觉奇怪，我闯红灯甲撞过，是安怎爱行照看？无紧啦，警察讲咱就照做。所以后壁爱停一行照，遐走，你带头前走，警察带后壁了。后壁啊，你做毋对代志，佮逃离现场，你还袂使啊，追到一定哦。无啦，警察先生是你叫我先走啊，我先走，你看我就走啊。哦，警察嘛足点哦，无啦后壁啊，你先走无走，无紧，我有走啊。无啦，我毋是甲你讲迄啦。安尼好，你驾照互我看一下。连伊先走互你看，即摆搁爱驾照互你看。后壁想好啦，反正我做毋对代志，好后壁带遐走。警察刚听了，看到后壁你遐伊走，伊感觉足奇怪，这后壁是成长有问题，是毋是？后壁可能是驾照无查无紧啊！后壁你若行照、驾照拢无查无紧，身份证有无？后壁讲身份证有啊，身份证就随摕出来。因为迄名诶所在吼，无讲足清楚啦，毋过顶头看有啦。警察问讲后壁你啉啥？你啉啥？我惨啊！我头啉一寡米露呢。我无啉足济，无紧，警察代理毋通甲我开单啊！毋通啦，安尼啦吼。阿伯啊，我是讲你姓林啦，你叫啥货啦？我叫豆干，叫土豆，搁切一寡卤卵安尼尔啦。警察愈听愈讲吼，阿伯我是问你的大名啦。大名我甲你讲，我叫林金雄，真正英雄林金雄。阿伯啊，你会闯红灯，安尼甲撞过无怪你会犯法，因为你啉伤济啊，后摆豆豆啊啉。后壁讲无啦，警察代你一届爱毋通安尼甲我开落来。好啦，后壁即届吼，我搁甲你花落去我的花花去。后壁我着身份证用哩，后摆毋通安尼吼，后摆啉酒毋通啉金雄，你爱豆豆啉就好吼。这算姓林的一寡笑话吼，大家帮做参考吼。其实生读文啉的嘛是有例外，像这啦吼，咱讲生读白嘛，你袂讲像讲年羹尧。你绝对袂讲年嘛？咱若是读过年啊，年羹尧，你免来读年羹尧。像讲何姓汉，咱即个白话是无单话的话。讲到这讲吼，我顶下去台东有一个老师甲我分享，我感觉真水。伊讲吼，老母爱囝用爱根，后母爱囝用角藤，用角藤吼，无注意设一个乌仔面，角藤是顶头迄有刺。老母爱囝用爱根，后母爱囝用角藤，无说你设一个乌仔面吼。你看这民间真正歌手足济吼，所以生读文啉其实这个例嘛算足济啦吼。另外这是另外一个经验吼，大家帮做参考。咱知影这种读姓苦，白音爱读苦，文啉是喜苦。这是苦孝顺教我分享的啦。伊讲平常时啊拢爱姓苦，毋过过年爱讲伊姓喜，欢欢喜喜。过年人讲请问贵姓？我姓苦。正话册就破家咧讲我姓苦，艰苦坐寡，苦一世人，苦规冬安尼无。所以因拢本身起来吼，过年时阵吼，你问伊先生贵姓？伊会讲我姓喜，欢喜的喜。其实伊是姓苦啦吼，毋过这算咱尊重伊安尼讲法吼。另外就是讲这两个姓吼，普通时啊，咱可能爱尊重对方伊安怎讲。就讲咱讲姓白话音是孙，文音是孙。普通咱咧称呼是想讲周，县长咱讲周诶，若电老孙咱是讲电，若姓孙咱是讲孙诶，惨啊！你讲叫孙诶吼，敢若较加一倍安尼对毋对？因为咱台语孙诶吼，包括是孙子嘛，可能是侄子吼，是啦。所以变做有人讲我无爱一样一倍，所以伊讲伊无姓孙，伊姓算啥孙？所以有人嘛讲孙悟空。孙悟空会讲孙悟空，伊要孙，咱尊重。所以有伫拄着这两个姓，咱甲问者，像这姓萧嘛共款，姓蒋会蒋诶，若姓萧变萧诶，安尼变做互偏去安尼吼。所以讲会姓萧万忠，
所以算这有一伊是要姓，毋过我问足多人大多数拢姓萧啦吼。毋过伊若要讲伊姓萧，咱嘛是甲伊尊重哦，这足重要。啊来，你头名中主人这足重要来，这里啊读做啥物？亮，诸葛亮，对，咱讲诸葛亮对毋对？毋过呐，来这个咧，洪山亮，你有注意到？这洪山亮无共音啊，啊有亮才有福啊，所以比如名中主人就是诸葛亮，毋过是洪山亮哦。啊，有时一寡名伊读法哦，无一定照咱的规矩来啦，像即读。像贵妇城，你袂当讲贵妇城哦，贵妇城、高玉秋，你袂当讲书吼，这书是文音吼，咱陈金泉、林时好哦，但这算咱拢有时太时阵吼，蔡培喜、黄烈好、林小平吼、胡炳丁、林时好、高玉秋，你看苦水竹。淡水湖，你看这水，你看拢读水，咱头讲名爱读文音，毋过你看伊淡水湖、苦水竹吼，啊，这是苦竹吼，这是真咱的台语流行歌曲真重要的人物吼，黄兆成吼，你看，所以有咱头讲的名读文音，这是一个大节，毋过足个所在拢会做一个变化吼。林阳港、李中营哦、施江北。啊，像这，伊早搬古个叫苦想年，伊袂讲苦想年，对毋对？哦，招弟啊，哦，招弟啊，这个共款吼。所以这像这有时一寡名词咱甲注意咯，甚至读奋斗音像讲黄土水吼，黄土水这黄先生哦，这是咱台湾足重要的艺术家哦。因为早期讲实在，咱台湾日本时期第一个入选去日本帝国美术展览的人，就是黄土水黄先生伊的雕刻。哦，这是咱台湾艺术界的前辈哦。啊，为讲蒋这草头庙内底迄个叫蒋介石还蒋介石，其实拢会使。像阮某人讲蒋渭水，毋过啦，迄颜水龙哦，迄颜水龙先生，咱嘛爱甲讲者。这咱头讲黄土水迄雕刻家，啊，这是画家吼。伊即个是专门咧跋歹脚的。颜水龙先生，因为伊住倒位？伊住台南的下营。哦，人讲伊倒位人，我会赢，啥一定会赢，因为跋歹脚就会赢吼。伊嘛是咱台湾第一位的算广告的设计家吼，嘛算艺术教家吼。所以这种是一寡高人，不过伊的名拢有咱爱共尊重哦。颜水龙哦，啊，甚至有嘛古早读音甲现代无共款，像讲早期吼，咱的南京记、李进记吼，单35年过世野村老线。这嘛是真有名吼，像讲迄个单沙准备要起身，野村老线对后面，哦，这单沙5年的故事吼。啊，早期叫做张昌明，啊，即嘛叫林聪明。你看，共一个字，毋过古早现代读音就无共，甚至男性、女性读音嘛无共，这嘛算一个早期性别无平等所造成的现象吼。财富，你讲财富对毋对？啊，一间经二间富，三间。起大厝安尼吼，像这算爱读白音，啊，这阿雄哦，像讲阿雄，啊，毋过查某着情哦，这有时算男女无平等的一寡现象啊，所造成咱离号名号姓爱注意现象。啊，有时若国民若讲你对号名号姓毋知咩用的时阵吼，我介绍2个所在，就是爱台语哦，你网站甲拍爱台语，伊内底有一个叫。你的名字，你是这个单元吼，你的名字这个单元，你甲你的姓甲名甲拍顶头，现在分得开，因为是一个读白音，一个读文音。你若是怎么念了后，啊，这是为放加号咧吼，来，你的名字甲起落去，像讲电安珠甲起落去，啊，这一个三角形对毋对？三角甲起落去，迄音就出来啊。你若拍邓不列多、顶不列多，伊嘛会做，因为这组合语言吼。啊，所以就是讲啥，咱教育部嘛有。你加咧相关资源者，相关资源吼，你甲拍入了第5部分，叫做台湾迄个闽南语姓名查询的网站，而且你甲试入了规个拍落去顶头，
爱台语是姓甲名分开，毋过伊遮无分吼，伊共款的甲处理。啊，这是今年拢图文个一个真趣味现象啦吼。有人问讲，车惠醇到底咱台语咩读？你若去遐查吼，机会醇。另外头发是，你甲调其他头发，即人咧机尾泡对毋对？嘛，咱学做高会醇吼。毋过尾仔问作者，伊讲伊叫啥物名？伊讲伊的名叫做车惠醇。即阵咱爱听谁的？听作者的。所以全国语文竞赛吼，各位嘛无需要评分这啦吼。原则上，作者的名未列入迄个评分的项目，因为有时人要讲啥，咱爱尊重吼。所以你讲今仔甲各位分享台语的理性，而且甲大家来帮做一个介绍吼。啊，所以针对头仔所讲的吼，各位毋知各位是有人要举手要问啊，来，廖庆啊来，廖庆有啥问题？老师，我无举手。哦，还是恁人诶。哦，来针对我头仔所讲的，有各位有啥物人要甲咱分享无？伊这算趣味啦，包括姓，包括名吼。关怀才有拜托啊，大家下课了，迄Google表单吼，爱甲阮写一个安尼吼。来，针对头仔所讲的理性，鹿港死一半社头少了这吼。其他县市敢有类似即种的讲法？就讲大春大川热趖，溪湖雾煞煞，日临暗半天，风阴黏天天。竹长尖一重，这个有即种类似的讲法。大家现在才客气。啊，我头讲安尼有满意无？针对理性甲做一个处理吼。有真好，真精彩。来，阁有人要甲咱分享的无来？还是讲你有啥物想法、啥物看法？还是有一寡疑问？老师请教者，他带你的资料敢会放伫分顶？分顶我确定会放去，毋过我图是我网互你来，想讲迄个施志宁先生甲施龙迄相吼，迄张我会摕掉。你若有兴趣，你去。我惊到时人生死个，因迄是有人来读，所以我看那个一寡处理，我确定啊，差不多中昼放个，我会交关怀放起，因为一寡图我会摕掉，哦。来，有啥问题无？若无问题就麻烦各位吼，迄个意见好啊，甲阮添一下吼。通好，阮做遮做一个资料处理，嘛算来甲阮宣传一下。另外，佫提醒着讲，后礼拜2是阿勇来讲台语汉文诗词，还是正港的鹿港腔，来甲各位分享。啊，拜4无课哦，2是阿勇的课，4因为开学啊，咱就先暂停，改做拜6含阮老师的台语史的刊田啊，刊田要甲大家来做介绍。那各位若无问题吼。老师，这个意见表吼，这个伊是拢会当填，还是讲今日来填不了？申哥，这关怀，请关怀这头来。OK，因为迄个，我想老师甲馆长的意思是讲，是对整个这个咱即摆。暑假这个课程的一个想法嘛，对吧？毋是干那对今日。OK， 所以，好，多谢。各位有啥问题？即摆囡仔用华语号名的，所以我到尾有介绍2个网站，你会当去遐查。毋过我甲你讲实在话，因为迄拢是用迄个电脑合成的吼，所以有时音色我会走正哦。
这里有时嘛这个个注意者。来，请你来。老师，是。咱是讲食中电还是社中电较济？食甲社拢有人讲啊，所以这你爱看伊是安怎家己讲的。社东闽、社东闽拢有人讲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这我意讲了一主题啦吼，名将主人。你钦花就是你钦花，袂你袂当讲讲，你爱读你钦安，你袂当安尼含讲。咱食甲社拢是有人用的用。老师，我咧请教吼，迄个北管甲南管吼，啊，因迄个后壁有一个叫做社，有一个叫做烟吼，你知？这是安怎分？你知影无？歹势，即马台湾北管、南管拢无人管吼。北管是较强调迄种闹热舞场，南管是强调用伊唱伊算即个问题吼，我建议你后礼拜二问阿勇啊，伊要介绍台语的汉文诗词嘛，汉文诗词一定甲南管北管有关系。你后礼拜我知影有一个烟吼，较早有一个烟咯，烟有人读做烟啦吼，啊伊啊后一个烟出来先就是，毋是北管就是南管其中一个啦，啊这我袂记诶，我了怎读这个拢袂记啊，即马查资料即马真好查，即马真少人会晓啊。Google 袂使。为资料吼，网络顶头的资料不一定对。所以像这，尤其是南管吼，南管我会记得，伊早呆煞迄，因为听杨教授吼，你看伊做搞，因查某囝就是南管的专家。这你若有趣味，我感觉你到网络顶头查南管，查一个姓杨的，因为我袂记因查某囝叫啥物名，所以你若真正吼，你对有兴趣，你去查。用起码我会建议啊，你要查先查文化部的网站。因为文化部一定有这方面的收集嘛，文化部我感觉伊资料更较正确，因为网络顶头物件吼，大家有诶物件就囥去弹起，毋过无一定对啦。所以若会使咱先，我会建议一个是查文化部南管的资料，第二我感觉你去查南管，尾仔加一个姓杨，因为因查某囝姓啥，我嘛袂记食，好，多谢老师。免客气，来，各有啥问题？若无，咱今仔日先讲到这，嘛拜托各位甲咱的台语好啊传承落去吼。你看，讲这二世伫当工作济吼，所以因为台语真是文化部子孙袂晓真烦恼，大家伫个紧来做，若无后摆会找无。所以而且拜托各位甲咱的语言文化传落出去。互咱的做工有光彩，互咱的子孙有好未来。而且拜托各位，好来多谢。